6月17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好有合意精神嘅人啊，注重禮節，唔中意人哋講大話，有義氣，好重視你嘅伙伴，好保護身邊嘅人。如果覺得對方係有敵意對付你身邊嘅人嘅話咧，你會毫無保留咁樣攻擊嘅，唔介意付出，好努力。你覺得只要同心協力嘅話咧，好多嘅難關都可以過到，所以喺社會上邊咧好容易成功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中意照顧人，亦都好需要對方依賴你，自尊心好強，好中意主導一切。工作同埋屋企咧，你都好重視嘅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好努力咁樣保護你嘅家人。而喺性愛方面咧，你都習慣做主導，希望對方向你詐嬌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一旦你揀咗你自己想發展嘅行業之後，就會發揮到異於常人嘅領導能力同埋你嘅專注力。你有人緣有聲望，可以好容易咁樣吸引啱嘅人同你合作。乜嘢嘅行業咧都好啱你嘅，平步青雲，可以獲得好巨大嘅成功。而你自己本身嘅財運亦都好旺，好中意賺錢，但係你唔會亂使錢，只會對你自己有興趣嘅嘢花費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決定咗一件事之後咧，你就會勇往直前。有時咧會要求隔離嗰個或者係你身邊嘅人咧同你一齊努力，但係其實每一個人嘅價值觀啦，同埋佢哋嘅能力都唔一樣嘅。有時過分嘅要求會令對方有壓力，可能尊重翻，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，佢哋有佢哋嘅人生。你嘅態度可以彈性啲，咁對於雙方嘅關係咧都會好好多㗎。